吼，然后我讲讲咱个咱有习惯，有时来讲，来讲啊，较有面吼，即个我咱来讲，啊这角度来讲，较偏一些所在，学习好啦吼，都是不然讲出来伊无啥相干，我紧，听到就解数字吼，少女那些，我会去做问题，伊后边做问题啊，吼，都会啦，今日咱即首歌我，伊啊即阵是你人安知吼？咱之前拢闹水无，老锅水吼，你若食后嘛像安尼有赞的，咱食了后嘛像安尼，你讲伊做这个泡沫的，你看写拢来安尼吼，嘛吼，咱来世间有诶3项，有啥？讲清楚，叫做在有成事办诶后壁，有服务收敢好，无啥袂着，有叫无收敢好，无啥袂着，所以是做一类事情。若能会收，好命歹命，看吼。有福的当会收好嘛吼，若无福的当会收呢？拖后命，无车嘞，食老不能拖后命，你要安摆？所以世间，即项物件对咱的身躯，会晓用的好，会晓用的歹。所以世间事，你讲有兄弟好唔好？好吼，兄弟若分财产分甲业，都要先谈好好。爱兄弟坐好唔好？唔好吼，爱兄弟大家人团结，兄弟坐好唔好？上山拍好亲兄弟，咱若为着分财产，大家都要相爱。爱兄弟坐好唔好？若要分财产坐好。公家，咱若要当饲爸母咧，咱就坐好。世间事，修行重点在讲啥？重点就是要培养咱意，因为世间事事，咱要应事，用智慧人应事应出来，无智慧人应事应出来，做遐。你一世人你无知无？语言我唔较济，较济，真正语言我唔较济。咱要应事因事物，敢是咱来去用，咱咧用怎会用？咱用怎会用？咱咧想想咧。所以应出来到底只咱家用者，你是属于好啦，好啊，切无。除了爸母以外，阿妈我相信，袂使互爸母看，袂使互阿妈我看。有手无？阿妈我有啥人拍拍？是安那，佢食好食清白，人拍拍面前袂用，伊会拿过不得我。变怎得法？所以道场培养智慧，智慧归对来对咱的自成出来。所以道场来讲，一切的科普，迄是因为经济找无着，伊绝对无可能落土。经济找着落土，才有机会通安怎生根发芽，才有机会通生育，才有机会通好生果。这是以系列的动作，都应发伫咱的人世间，都应发伫宇宙内底，讲天文，讲地理，讲民事，讲无满一切，只是看咱安怎去办，看咱安怎去用，看咱安怎去体会。所以，咱做咱这首歌，这看做这个
就我简单咱随便内底有也真个作秀，我是秀，就看咧看卖啊，啊这摇摇做空手嘛，要站起来，嘛，要空手啊，我那是这内底作白，那个这种白话啊吼，但是作白话内底有诚心的意境。咱世间上有诶讲亲食、见亲啊欠食，见亲啊毋捌就毋捌，啊捌就捌。哦，啊毋捌就要安怎？要听我来讲，啊是安怎办？无啦，安尼，我即内底做简单，你文作白话，啊迄个白话咱慢慢再来讲。啊，伫即个歌谣内底啊，空手啊，这是谣调空手啊。啊，既然空手我来讲。内底艺术啦，内底即个艺术讲啊，伊就咱来到世间怎种啊？做明白嘛吼？大家讲啊，人生就人生就做戏，啊是会煞咩？会啊做戏就是你看做风景了，做记者有差别无？落台外有差别无？落台外嘛是相同的，啊但是伫台下顶做风景了，做记者有差别无？有吼，啊著做戏，你甲看，要做一个较上好，你敢知？你面对一阵上好，你敢知？然后要做戏，看了看，变歹啊！迄字头，人国细小讲一字爽，我看你听，其实一字爽是可以的。对头爽到尾，我到尾还是照样排是安尼爽，真照领，我领真济，领那个，哦啊，思想好啦，专门咧教别人，专门咧骗人，无咧看别人嘅处理，啊上可怜的啥？Lujukan. Lujukan. Oh, lujukan. Lujukan拢啲人lujukan。哦，冇。是咧迄个字啦，啊对头的破包的，我还要出头片尔，爽。啊伊个刷咩？刷了后，我係大卡，呢啲真是真正嘅。做人嘅切咩？切起了，才是真正嘅人生。啊，空笑啊，就是講你切，咱做人做到嘅你差唔多。地位人係即樣無嘅，咱咪有地位，地位較少嘅人已經內底有無嘅，地位較不足嘅已經內底有當時，完全無地位已經內底當做世界嘅有誒，咱講馬雲同風會聽就聽，我就知就知，我知啊，你講嘅我知，你講我都知，但是地位心有作用無？有作用，叫做攀。教授談話，教授歡樂，教授話袂開，你安尼，所以咱先攏反映，少看做少含笑啦，內底就是伊甲改一個歌，感恩或溫，咱台灣就感恩嘛吼，感恩感恩是其實咱我感覺你我真正一了了，我真正想。你10外歲介濟，我10外歲可能，我遐囡仔10外歲啊，少年的，啊這個煩惱，啊事實上來到遮，而你大家咧聽，若這變10幾歲，這若真係少年就聽到這伊若想要年輕人吼，你我個這40、50年聽到這啲囡仔講，我若要聽聽，我袂有聽啊。但是他辦到，道理咧講，個人講書講的無相同，理路無相同，修請無相同，對不對？聽了會嚇，啊又會嚇，吸收濟了少，可能無相同。但是咱以後包括着你當然是毋管你聽有聽無，會當入來聽我來少年的當入來學。贊成交流有收啦。所以你在越南，啊贊成交流你是相解啦吼，反正我也不是我讲你是啊，贊成交流方面，
所以咱就讲，来伫遮，当初你看较清楚无？其实我咧想，也较是。啊，不会哦，那我话，民工徛在遮无咧坐，坐伫遐后白箱咧，他都给我讲出声咧，算一下摇咧，伊是坐咧咧，拄则我俾伊徛一下，徛伊遮都袂当白箱，真诶吼。讲到个小白虎啊，好些时间后白箱，徛伫遐久久咧，坐伫遐久久袂，你看讲人食啥，你讲你讲啊，有无？无啦吼，所以个个较辛苦。你是一个较辛苦啦，所以无简单，真正也无简单。遮济岁，哦，济岁是宝，也搁有法度安尼坚持。我之前我看台积电你知吼？台积电内底，张忠谋，然后要退休啊，你敢无我看张忠谋一句话讲，人家问讲你头你要退休，讲我哪人当忠心不弄，无人想要退休啊。有忠心不弄无？无。咱以前拢有无？哦，你以前拢。世间无啊，以前拢有啊，后来是要安怎？你世间无会。回到明天，回到明天，长生不老，简单的事情，因为它本来就无生无死。现在到世间这是快乐配料谁死啊？既然是安尼，伊变咱拢无对头。台积电这个事，你莫讲伊变大块啦。之前有一摊人咧讲台积电内底看中电视嘛吼，台积电内底香港咧扫地。你个摒扫清理遐土瓦上嘛，扫地你看我有请大人清理，我有请风水师扫地，无啦，你关迄个扫地土瓦上，刚年底中间补的话，你有看公司，也是我看那个地方玩，这地方安样，哦，那是我公司有看钱啊，行扫地哦，你出去来拍清理，你要扫这有钱，要有扫清理好好尔。有听啥无？你下工去扫遐没时间搞你自己讲遐事，奖金少呢台积电强经过对了，伊个研发人员，伊个这个研发遐无要受教育遐，伊讲迄是人的生活，所以到科技的话拢足压力、足优异的，其实虽然是悬，但是咱这个就叫做过劳死。是鸟鼠的鸟鼠呢，即个伤贵，听头就跳，时间长，我啰嗦，我用脑过度，我笑的。足侪人，足侪遐当时种遐高科技遐都是无人会是开者。咱若较早老辈拢讲啊，钱趁够啊，剩遐就无位啊。我会安尼讲。遐扫地叫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咱今仔遮，当初扮演当初的角色，点样出扮演点样出的角色，大家你来伫遮扮演各人的角色，咱上片里拢会看是较好的，里面来流程，当然，所以一讲坐落来，用这个实际的行动来感恩，伊咱用意识、用嘴来讲来感恩，有人会吼。你若来讲妈妈母亲节快乐，你有快乐无？我会听讲，喂，母亲节到，母亲节快乐。若个这一波母亲节快乐，妈妈这个小礼品送，哎，佫一个较实际。当然，有一寡表现出来较实际嘛吼，敢是安尼？伊若佫一个佫伊的经济佫较好诶，母亲节快乐，佫来礼品送，佫来带伊食一顿，安尼佫一个佫较实际。老你算，咱老你算，咱算对者，当然愈优异愈好嘛。所以咱今仔日感恩，感恩伊这产出，咱一般是讲感恩，你是要来到咱的心灵内底，
讲确实咱来付出去都来。所以伫咱法条内底有句话叫做三千地主，到背后出大树银法，然后才怎样同浪群起。反大大树，这第三千地主今天看这三千地主，按新秀有嘢拢来，有嘢拢来咧扶持这件事，因为三座大开普渡，这是啥人嘅？什么人嘅命？无老无幼的命，其他唔讲。今天呢，咱做事也要来讲这个天盘嘛，是老无幼命，咱师傅要讲什么，这嘛老无幼的命呢？无老无幼的一切是命，啊，所以一切钱就对啊，老无幼。啊，咱要报这个报酬，要感恩，就是咱这个过程老无。爱吃，拿来钱价，嘛一世就这些人对啦，那其他呢？所以个人的命无相同嘛吼，个人的人生嘛无相同嘛，个人的观点嘛无相同，个人的感受嘛无相同，话一句讲个人的观念呢，啊无同，但是因为咱过去的发展无相同，因为这是我国主，包括多少个嘛，你看这个是那大杂烩，大杂烩了意思了，大菜来大烩，就是咱的理解。所以咱这过，以这过程当中来个人观念。入到道场，就是要把这个观念改变。观念不是叫表面，观念予以尊重。要把这个观念改变，要改变对来改变和理念，改变我们的观念，进入到真正的理念进行。改变咱人的观念，引导理念，所讲来讲。台湾的同学，我这个东西啦，你讲我会，我听还好，我听我听。处理了我是来不讲的，就讲要歹食，就讲歹无也无少。处理错了。或者咧，啊做好诶，我无一顿好食就安尼啦，所以咱是，这个感恩来咧讲。但是这个你感恩了，我感恩无有感恩，实际上感恩之外，到底迄个付出偌济，用偌济来真正表现这种感恩内底。过去就过去，现在是面对这咱未来，这意思了吼。过去我咱人生发展来就无重要，因为过去啊，你我都改变了，现在来人生，你是咱的未来。是这样，每一项都有，是要改变咱的观念，要互咱更较有力量，观念建造，理念改变。所以咱来甲看内底内容，为你啊的事业会了发展，有考验难关，相大阻碍是天用。即个我来讲啥？我简单的信仰。啊，我咧讲，啊，信仰跟原则有差别吗？有，原则若无做基础，信仰做袂来的。人一个真正拢富袂过啊！你看哦，实在这样啊。人一是原则来信仰。原则啊来做，遮信仰啊，但是就是安尼讲。啊，其实有信仰，一定对啦。咱慢慢思考这个问题，你去指定你来改变。烟花有水无？出污泥伊就对出来。有污泥，若无污泥，你看烟花开袂出来。啊，所以虽然这来讲，咱处理这个环境的当中，坚持是环境，但是目标来看你对。是的，所以爱过啦，身体爱过啦，家庭爱圆满啦，人际爱圆满这种观念。但是这圆满来，咱才信仰他。所以，咱别人会使，你也袂使。你国家人较早来讲，日本可以，为什么台湾不可以？啊，来讲来讲，咱漳州无会，咱漳州无会使，咱打袂出。你讲中东
比咱大小时。咱这有的我给我拢来练练，我给侬练练，我当中我在上，阿妹，鸟呀呀，哎，人不能一笔就念，一笔就完了。但是这实验内底讲，人袂使，咱袂使，袂使的，唔免去看你袂使，我讲袂使。袂使嘛，免讲啊屁，到迄个会使，是咱个人的能力，是咱个人的喜好，所咱本来本位。因为为着实验这件事，啊，我无啥会啥会，以前我经常做过。我早时3无8，我紧3无8，咱3无班3无7，我爱咱3无10班，我咧人经济，咱都3无8，若要3无8嘛3无10，对不对？咱是咧看咱的迄个观念，因为咱观念囡仔有爱，带予咱人生感觉，无一个没有一个没有，都要是保护菩萨，不在说。无一般落来，囡仔你做个话，做好看，物件好伊，无好伊拢会歹，好伊了你甲抢起来，好互你看。为着我无要好，物件我唔好伊。有无？啊，变到正常诶，是隐性诶作用，真正。啊，所以伫即个当中，咱今仔咱来伫即个世间上内底，咱观念、咱诶意念，真内底信仰有重要无？因为信仰是目睭摕，你讲目睭以后，目睭摕去。专业是咱在生所应用的资产，啊，人会当休息，人会当袂当，一定会理解。啊，是安尼。啊，当咱离开了后，咱性业交专业咧转的过程当中，性业、专业有一天要放入世界，毋是带入去吼。是做当咱身躯无去啊，纯灵性、圣灵纯灵性，这个信念咱做偌济出来做一个关键，一个关键。所以咱过去诸佛菩萨有智慧啦，包括你讲信来讲，君子有道，不由人。讲信人三甲手程度，足中二酒，无镜头啦哈，咱这厝内先人无镜头。然后法讲，我杀杀啦。你外悬的会使，我你高进无用无。凡所事是安怎样啦？所事来讲，是爱安怎样？足有理解。讲信有态度，落在其中。咱会呢，有三路。那要为什么讲咱会？那三了功夫，大路行你难处一条。有快乐无？有像以为看到讲过，这烦恼全是人伊呢，不家己咯，不在。所以过去圣人伊分经验，因虽然生活在这个环境内底，但是伊意境是已经有变。生命的世界，这种生活虽然是环境，但是伊意境是有变生命的世界。所以，因一世人所做，包括因一世人所付出的行业，我听你讲，世间什么人上伟大？什么人上伟大？啊，咱环境咧，有人讲妈妈是上帝的化身，爸爸也无伟大，爸爸就敢若生尔，爸无咧请。爸无用后信仰，妈妈生我了不甘用，所以妈妈伟大。有一种比妈妈更较伟大的，叫菩萨。妈妈伟大是这个家庭尔，对不对？你的囡仔叫你妈妈，伊感觉你伟大，因为啥？你有付出伊的辛苦。
无别教导，生前用教，不用你。所以我有一个人，今天人要为神做事业，真正看到需要，真正的真有灵感。啊，若生做歹呢，咱过去后咱别讲，今仔摆到好笑，咱是真正有真正真歹，但是无论偌歹，人去家内底过啊拼，拼啊拼，咱你看不起眼，但是咱嘛是心中有宝。但是，是。啊无你毋爱感觉恁囝歹，你毋爱感觉恁孙无歹，袂啦吼，较好好好。阮孙看恁无主，啊是安尼，感情内底有迄个深度的感情，就会在外上的水歹，听见无？有深度的感情，就无处在外上水歹。啊，若要讲水咧，即个会上水，敢是？啊，若像咱阿婆啊，即个常会感觉咱都袂水。咱老早伊会好气，咱条条。我平日讲嘛，17、18岁半做伙，咱做伙迄种问题。食到17、18岁手搁牵条，迄是啥啊？那是啦。啊，所以菩萨要妈妈，菩萨比妈妈较伟大，因为啥？菩萨伊是心无限利，对，上前是伊是有福大的。妈妈的感情是更不足，所以性格该换掉。你讲要分得清楚，还分性格是用咱来到凡间讲的修讲到性格，所以真正咱超高的人，较有地位人，伊的这性格，咱看嘛吼，咱五秋，就是讲讲嘛做职位，担当的职位，愈悬，爱就愈爱愈济担子。你若当初，当初毛大档毛小档的吼，咱过去一路遐咧做吊车，咱就是讲档的大档毛大档中档小档，这个小档的，吊个报纸人去嘛叫档的，哦，当初嘅上港来是当初毛子，咱唔是叫人当初毛正好讲的嘛吼，毛讲起，天天到底讲啥话话，听无啥话毛的，读册我阿妈就无搞哩，哦，啊唔是分辨，啊所以你这当中，每人伊为着这性格，伊的认知，伊的看法，包括伊的理念愈深度，伊这性格内底付出的时间就安怎？愈济。啊，为着性格要创啥货？你若是我这体验，那九品原来，你通看啊？有一个九品原来啊，像迄意识大仙安尼，像迄宇宙大仙安尼，你若是咧九品原来意识大仙，那伊一做来讲，无太悬，解决掉。啊，后世过来呢，而且是后一个原来过来呢，搁行落，好是菩萨，哪是？啊，以后你老是变个，问三下到，啊，以后悬无？无悬，但是总是比老较好啦。是不是这种道理？哦，哎，我这里头，总是我对老较变个里头啊，你全看伊拢有以后，是我未来目标。哦，啊，所以以前内底，这个也拍拼有超越，这无一定只讲是心啊。领导徛愈权威的人，伊的思维一定爱愈大。我要相信。市长烦恼维持的代志，烦恼维持的事情，中长呢，处理是处理票的事情，即无中长啊，即係做啥？理长啊，理啊，理长、副长啊，副长啊，吼，理长，无你有伊即爱副啊，他就副长，即无，咱这是爱安尼嘛吼。啊若行政院长呢，伊处理上头的代志，对不对？啊嘛是。你看行政院长上去做诶，人嘛，咱进行政院长上去做，偌清净，偌清净，他早咧做啥？台南市长，副省台南市长。啊，你看偌清净，红迄个人，伊敢做行政院长就偌清净，做市长调做行政院长敢是共款。啊，
伊较早咧做市长的时阵，你看伊思维拢咧想啥？伊敢有捌做捌其他的代志？袂啦，爱这几啊敢来讲其他的代志。哎呦，系啊，这是义务啦吼，爱听有意思啦吼。所以咱而且内底讲赢一拍，好玩。毋是要求啥物人一定爱告诉你，这所是一步步的，应该是一步步的，机会嘛是一日比一天。哦，所以今日大家来听，哇，所以愈玩的超玩愈济。我讲啊，也就是买了失败，也无做其他歹做。好啊，若要找，好找我建议吼，歹人若要找，顺人若要找，急人若要找，处理好势，我要紧处理袂好势，赢嘛？我人话，虚讲无声，我人话会，有时啊无清楚我变啥，意思就咧小歹处理啊，就真好啊。啊，我南北2点钟要去。你看这本书其实你还来你过啊？啊，你我表示你这个啊，交关来讲，所以而且内底也拍拼，这是咧讲咱今仔咱有性业，要提升咱诶已经提升咱成功累积成功的这个速度。你要是讲水产业。看介绍，看介绍嘛，但是啊，我咧讲扫地，调遐烟花人员，你也是只有相共无？无相共。你讲啊，你敢咧扫地？我有一摆同事讲袂咧扫地。啊，你来咧做烟花？我拼啊，技术拼啊，博士，我免做烟花，无叫我啥？你有咁听？然后，你讲咱钱大，我即时我做扫地啊，我趁几叫我趁我钱，我后尾了后，啊一代传一代嘛，我后尾了5代，后尾人通我来扫地，我是，我扫地，我做烟老趁钱，无人咧钱，才怪。还是来出事了，有的人是主以父为贵，主以母为贵，有的人是父母以子为贵。有诶七做东乡的嘛，对不对？都有机会嘛，所以再一支，还是拍着这个台湾法律的故事，打拼，那早上中午广播记打，又要拼，啊，有时啊，哪呢？你收入足易好，那就收无够样。你要先考有够样无？无够样无爱用，代表你过一个经验去做啦。就无法收入，你家己要先考无够样，但是够样我你做，你做食8个月饭盒，足足8个月拢配饭盒。我啊，但是你做要先考，买啊做这个下去，我记得做这个热团。8千，另外你考验啊有过无？其实考验是要种中咱的啥？种中咱的功课咧，考验好无？所以咱学堂讲起来爱写学习，咱若可能会关。你学堂互我真正安尼伫咱学府内底看，上辛苦的对了来。所有学府内底上辛苦的，抄，抄牌。哦，当初有辛苦无？伊也嘛抄牌。啊，真正上辛苦上歹做。你读大歹出彩啦，而且资料过头，用错对，敢捌看无？拢资料查用了济，拢无咧算。有时啊，煮到无够好食，无便当，无你是安怎？煮啊，互人无人食，无歹势咧。哦，有时啊煮了无熟，有时啊煮了伤烂，有时啊煮了伤硬，有歹做无？
只要经验无够，你看是问题，所以我去甲咱注意一下后壁做较下个。要考虑你甲我你甲我拍工啊，就这个我卖讲啥咯？你这过程是正常有拄着，有吧？资料有吧？我食无饱，为食无饱，后来我自我自来听神，全部唔会甲念嘛，我去管，唔是念，是要会知讲后面咱即应着这大班的时阵，咱这时咱要哪去应，要哪去想好照应。啊，这一卡就50人饭尔，煮50人尔，了，我们你唔是迄个煮的，你打，你破坏，你讲无法，你真好，完全歹改。点文书你讲唔是，那点文书歹声扫来过来，我今天安尼好，我大声，点文书你了，是安怎？啊，50卡，50，哎，临时要煮啊，在班咱做迄早唔知影，啊，50饭是一卡是50人饭。咱做嘢本身煮嘅用嘅，即个来煮定卡嘛，你知未？你嘛吼，啊无嘛佫有小卡啊，佫毋是较大卡尔，你来讲一日咱是就讲我这50人分来一卡尔。你如果若白白讲过头交无头，你天算几多钱？你如果过头咱后边唔知啊，唔买当吃，唔买当炒饭啊，唔买当煮糜啊，对不对？啊若无头咧。啊，为了讲嘛，以为真的，咱嘛是变做出去外面食嘛，那是你内底有一个，因为咱的经验无够，代志处理无好势，才会产生啥个？考验嘛，啊是，啊你考验敢唔好，无安尼才会成长，无安尼才会成熟哦。啊我看，啊若资料咱怎拢甲讲？成绩，袂成绩，啊！你看，你爱讲头诶，讲头。啊，讲当然这是真普通嘛吼，啊，逐个真探讨嘛，吼，讲后尾啊，读会要咱就较理想嘛。先人讲出来了，讲了安怎？暂时来不赞，这讲赞，啊，你看这个讲出安尼是对。安尼讲诶，讲出安怎我注意着了，啊，讲了落来，太，大家都讲了，诚好。啊，我是，那个什么嘛，太太讲，我安尼我后边来讲，啊是要听真话，也要听好听话，啊，咱想看卖啊，要听真话，要听好听话，听真话，听真话会艰苦的，啊艰苦伫咧写出来，啊你先写出来，啊咱应该安怎？也佫有提升的吼。啊，时阵若迄个提升的方法你无提升起来，啊，听要听伫迄个好听，啊，咱就去改我永远对，我，安尼佫有无？安尼唔好，咱唔好，啊，无使讲你路嘛，你看敢是？大家去趁钱，厝内较剩落遐，安尼看啦。家境永远袂改善嘛，吼，咱就去趁钱。啊，钱愈存愈济，啊，家己才安怎？开心。所以，这个考验袂过，这个管理过；考验袂过，这个管理过。所以难关，对心人来讲，咱今仔都有难关嘛，有，大家都有难关。但是，如果你看这个关系做简单，像咱这讲参考、讲假设性，有困难无？咱这大家拢是做英语干嘛？但是其他你讲会来假设性来参考，啊，困难的，嘿，不要做这今天这个语言我没参考的，还有什么？那就给了信哦，看着得力打讲好哦，但是大量的参考，要考的参考，还有。啊，所以这个关有，但是关就是要互咱将来看，占官或占用，对我关占用着，
这个关卡一关一关过，就是啊，这个考验来了后，你有关，所以你就心力就讲，这需要点点滴滴不同的啊，真好。我看你看，咱过来，过来。有点担心。要是啊，你能不来，要把他西干，他西干，哎，要靠，靠我地了，靠我地，靠我因为，你修过就是因为心有先结合吧，所以呢，这个忧郁症比较靠这个结合，心有先，那就是弹簧。长时间达掉了，这产卵长时间达掉了变怎么？死性。咱像一条鱼用长时间游去了，这条鱼变啊？死性。咱连拢会熟，有就来记吼。我所谓，哎呀，啥？我变人，科学难关。所以爱强化这个做法，强的话一直天良是一个是保卫人就是你，所以你的疗在疗愈的当中，一定会有什么不同的，面临不同的反应，听到哦？有面临不同的反应。面对不同的反应来，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？为咗你这代志，感觉袂烦；为咗你这代志，感觉做烦恼，但是为听你这句话，感觉听袂爽，听你这句话讲当然是这句话问题是不是？无意问题，但是真正问题出现对，反正问题在哪里？在谁的身上？相不相信？好，啊，本来本世间多奇花是路口，多谈如今啊，有会转奇花给进来。本世间世间谈，你哪有管咱世间无？这本世间的譬如讲，是管咱世间啊嘛吼，你管咱世间无？大家拢想要去讲，是不是？画面有一些画面。你都要死啊嘛！都啥回事？咱咱讲本世间，世间有可无？世间讲无啦，咱咧看世间，钱嘛还是钱来。这个人咱人管分，你会想要看到无？分会想要安怎？婉约嘛，会想要婉约。真正，伫咱人的心中啊，先亲分。亲人心生起来，这个人你袂想要接近，甚至伊若发生代志，你会安怎？无较好我想了，人要看安无好感情。亲人心，咱有亲人心无？但是这样讲真，讲叫咱分世间，而且分内底，伊是实感觉，咱来悔恨呐。悔恨是看咱家己，若怨恨呢？所以这个分内底造成道上的重要。咱悔恨咱到世间，咱有悔恨到世间无？这是咩？你方便，你看咱的世间呢，莫困西方去合主，为了在地方心，有诶话来看看，真正有成功。这方面讲娱乐。咱来只拼到面前有力，无必要拼到拼到满意他。如果这个内容是对了哦，真正做对了，二楼去管理楼把做对了啦。三楼去咱就对了，对了是干袂的，干接受。伊恢复，因为咱人配就是参会来讲，知影家己的，因为咱今仔时啊人世间。咱本来话是西方去入主，但是老母娘，迄啥？官太入主嘛吼，
今仔咱做啥物货？而且做众生流，而且要完咱啥？为何命如主？要完咱啥？救命，罗半天。迄个命啥咱做成诶？天甲你做成诶嘛？所以分世间伊是来讲，爱悔恨是要来把这世间上，因为就是咱过去多做业，咱过去多做罪，啥嘛多做业多做罪，是咱过去欠修失地。吼，所以问世间，你啊世来到世间多虚华，早头你讲出过讲浮华，虚华叫浮华有啥共无？意思啦，浮华，我讲拢咧买个虚华是空咧，迄个华来讲开起来花啦，华是花，足水但是假。有影无？阮个年代老强有伟大无？业绩无有伟大无？进度到啥要做啊？快点吼！你个落来袂？武汉啊，食到8早也袂当看过来。4年1斤对啊！啊，除非连食到无人过来看，过换2、3个也有过啦。咱有有话无？有啦吼，像我较早阮老爸家产通食生米，拢叫阮娘来食生米。后尾我财产啥物食生米？阮娘嘛算食生米，有虚华无？见食是我讲咧。后尾咱下底下讲，咱真正讲咱底下是嘛素材真多，会用伊咧，无，因为文爱，这拢是世间有，是无？老辈祖祖你讲的有一句，拢是人生累积出来，必须一点点一滴的结晶讲出来，另外是世间有。但是咱看，所以讲伫是为家校，啥叫做是为家校？本来一条路直接来到这是为家校，安尼分几条路做？三车路上，三车路啊，第三车嘛吼，是为家校，咱只要行起来，咱这拄着是为路，安尼画几条路出来？3条有这无？毋知要算几条？看有无？算看有这些都不有啊。啊，你传播有无？你传播都无啊，都你问啊？传播了有无？有人传播了有无啊？啊，未传播有看伫无？